今天我们来聊点有意思的。一个丝绸之路上，你可能不那么熟悉，但绝对是重量级的文学超级大国——古代回鹘人。他们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顶尖的翻译家。相信我，听完他们的故事，你对文化交流这件事会有一个全新的看法。来，我们先来想一个问题：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任何全球媒体的时代，那些伟大的思想，像是宗教信仰、深刻的哲学，还有那些动人的神话故事，他们到底是怎么长途跋涉，跨过一个个庞大的帝国和文化鸿沟的呢？答案嘛，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就是2个字：翻译。但你可千万别小看它，这背后可深了去了。这绝不仅仅是把一种语言换成另一种，它更像是一种文化的再创造。咱们可以这么说，翻译这个需求啊，基本上跟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你想想看，只要有人群开始迁徙，只要不同的文化碰了面，那肯定就得有人站出来当那个沟通的桥梁，对吧？好，在我们的主角回鹘人正式登场之前呢，咱们得先看看他们的前辈。比如我们历史书上经常看到的匈奴，还有后来的突厥汗国，那都是草原上的狠角色。他们跟周边的邻居，尤其是中原王朝，来往特别频繁。那一来二去，贸易、谈判、冲突，什么都需要人沟通啊。所以，一个历史悠久的翻译传统，其实早就开始了。这里啊，我得给你分享一个特别好玩的语言学发现。在古代汉语里有个词叫提低，就是翻译官的意思。很多学者，包括我们中国的学者，都觉得这个词的发音很有可能就是从古突厥语的 dede 来的。ded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说。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古代的外交场合，一个翻译官站在中间，不停地重复他说他又说，时间长了，这个声音本身就成了这个职业的代称。你看是不是一下子就感觉历史活过来了？好了，现在让我们的主角回鹘人正式登上舞台。他们到底是怎么从一个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文学强国的呢？关键啊，就在于他们生活方式上的一次巨大转变。事情是这样的，当回鹘人离开蒙古草原向西迁徙，进入我们今天熟悉的塔里木盆地之后，他们从游牧生活变成了定居生活，一切都变了。像吐鲁番、别什巴里这样的绿洲城市，很快就成了繁华的文化中心。你想啊，人一旦定居下来，就需要成文的法律，需要抄写的宗教经典，需要商业合同，当然也需要文学故事来娱乐，对吧？而所有一切都离不开文字，更离不开翻译。那他们到底有多厉害呢？你光是看看屏幕上列出的这些语言就够让人吃惊的了。梵语、汉语、吐火罗语、粟特语等等等等。但更关键的是什么？这可不是一条单行道。他们不只是把这些语言翻译成回鹘语，他们还能反过来把自己的东西翻译成其他语言。他们是真正的文化十字路口的核心枢纽。你以为这就完了？还没呢。光懂语言还不行，他们还精通好几种书写系统。从他们自己那套源自粟特字母的回鹘文，到更古老的突厥文，再到汉字和藏文，他们简直就是随身带着一个万能的文字工具箱。有了这个能力，基本上不管从哪来的文件，他们都能处理。那么好，我们再往深挖一层，来看看他们的翻译方法是怎么一步步进化的。这可不只是个技术升级的过程啊，这简直就是一个从工匠到艺术家的华丽蜕变。我们可以简单的把他们的发展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字面复制。一开始啊，他们特别小心，尤其是在翻译像佛经这种神圣的文本时，那真是逐字逐句，生怕错了一点点。然后呢，他们就进阶了，进入第2个阶段，文化保存。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去翻译一些当时已经没人说、快要失传的语言，比如吐火罗语的文件。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有了一种文化担当，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守护这些古老的知识。最后，他们迎来了自己的巅峰，第3个阶段，文学创作。到了这个时候，翻译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一种束缚了，而是一种自由的、充满创造力的艺术表达。正是在这个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一批真正的翻译大师横空出世。
他们可不是来遵守游戏规则的，他们是来彻底改变游戏规则的，直接把翻译这门手艺拔高到了艺术的殿堂。在这些大师里头啊，有一个名字咱们必须记住，他就是来自别诗巴里城的新库什里图统。可以说，这位新库什里图统就是回古翻译传统里金字塔尖上的人物。要是用一句话来形容他和他的同行们干的事儿，那最贴切的就是他们不只是在翻译，他们是在让文本重获新生。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他已经不满足于当一个信息的搬运工了，他成了一个共同创作者。他的手法到底有多惊人？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你们立马就能感受到。有学者在研究他翻译的一部佛经《金光明经》的时候，发现一个细节，汉文的原版里就非常平淡地写了一句话，发生了一场地震，就完了5个字。可你再看新库什里图统的回鹘文译本，哇哦，这完全是两码事了。他把这5个字变成了一段充满想象力的华丽诗篇。他写道，这场地震是因为一位圣人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善举，整个宇宙都为着欢欣鼓舞，所以天上降下了花雨，大地也因为喜悦而颤抖。看到了吗？一个干巴巴的事实陈述，变成了一个充满神圣美感的宏大场面。这哪里还叫翻译呀？这根本就是在创作。而且新库什里图统对自己和自己的文化是极度自信的，自信到什么程度？他甚至敢在翻译一部重要的佛经时，在最开头自己加上2个原文里根本没有的新公式。为什么这么干？就是为了让他的回古读者们能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你想想，这种文化自信和创造力就是大师的标志啊！你可能会想，后来回鹘人的王国衰落了，这么厉害的知识传统是不是就跟着消失了？恰恰相反，它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被一个更强大的帝国给继承了，而且还发扬光大了好几百年。咱们顺着这个时间线来看啊，故事从9世纪开始，回鹘人开启了他们的翻译黄金时代，然后时间快进到13世纪，蒙古帝国崛起了。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光靠武力打下这么大的江山，可怎么管理呢？他们急需一批懂文化、懂多国语言的专业人才。这时候，他们找到了最完美的人选，就是这批回鹘知识分子。后来，回鹘人建立的这套官方翻译体系，甚至被后来的元朝和明朝给继承了下来，影响极其深远。在蒙古人宫廷里，这些回鹘学者和翻译家那可是地位相当高。比如这位安藏，他既是诗人，也为成吉思汗工作；还有加卢纳达斯，他在梵语、藏语和蒙古语之间的翻译功夫非常了得。更别提那位叫波罗的大学者，精通至少6门语言，还受到了国家的表彰。这些名字就证明了回鹘的知识精英在那个时代是多么的举足轻重。所以你看，咱们可以这么总结，回鹘人就是凭借他们无人能及的翻译技巧和文化管理能力，为那个有史以来版图最大的陆地帝国蒙古帝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知识体系和行政框架。可以说，他们的笔和蒙古人的剑一样，共同塑造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好了，聊了这么多古代的故事，这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尤其是在 AI 翻译越来越厉害的今天，当我们都在追求更快更准的机器翻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正在失去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把翻译看作是充满创造力、同理心和美感的艺术，而不仅仅是一项冷冰冰的技术任务的文化，又能教给我们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想一想。